最近就有好多姊妹都擔心買翡翠者行啦。咁年我就真係要同你講兩句啦。我哋呢啲做長久生意嘅翡翠商家都係可以唔滿意包退換，有乜嘢問題都提前講清楚先，唔搞嗰啲先圖啊、貨不對版嗰啲衰嘢。呢手情底手鐲就係我啱喺市場收翻嚟嘅，顏色分佈得特別均勻，俾人一種清新宜人嘅感覺。關鍵係佢係可以透手噶，足以見到佢嘅種水有幾好啦。呢種手鐲帶出街絕對吸引人，加工完肯定特別靚。所見即所得，做一條成品出嚟俾各位姊妹睇咗先。Much later， 經過拋光之後，種水放晒出嚟啊，輕輕一摸都透心涼。冰膠嘅質感同佢淡淡嘅綠色搭配，特別舒服自然，戴上手成個人都顯得後生。咦，我呢度好多手鐲噶，又唔知道各位姊妹中意邊種，可以留個口話我知噶。